继续咱要来关心，咱台湾即马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加上少囝化的问题，家庭的人口数减少，连带造成照顾者的压力。这嘛，致使侪伙人受到虐待的事件不时地发生。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最近这5年老人保护通报的数量是增加要3成，而且施暴的大部分是囝儿逝世、新妇等直系亲人为主，比例有甲4成。而且拢是以精神暴力占上侪。台湾伫咧马年将会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一个少子化相重影响，照顾者压力正大，造成适大人受虐待案件愈来愈增加。根据卫福部统计，适大人被虐待案件自2019年17000件，一年比一年增加，到去年已经到22000件，等于是5年来增加要到3成。而且大部分拢是和家己的囡仔施加暴力。所有跟老人工作或者是跟老人接触的一般民众或者是相关的服务人员，如果都能够有这样的敏感度，我想及早的通报、及早的介入，可能可以降低这样子不幸事件的发生。对通报案件内面分析，适大人被施暴的类型有4成是精神暴力，肢体暴力占3成3。其他就是群众骚扰，抑个放杀遗弃。专家讲，适大人被虐待案件增加有3大关键原因，包括小家庭占多数，照顾者的压力正大，抑有一寡厝内见效代唔敢互人知，社工较歹发现。上尾就是世代观念的无同，容易引发冲突，也容易发生适大人被虐待。照顾者要有自我觉察的这种意识哈，然后但是呢，长辈也要开始有个观念，就是怎么样开始对照顾者说谢谢，然后要更温柔的去对待照顾者，然后让这样的一个自保的观念也开始在我们的社会开始发展起来。家长呼吁照顾的人，伫咧开始照顾进前，就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万一若发现压力伤过大，就要赶紧向外口要求援助，小可休喘咧，才能互照顾者甲被照顾者双方的关系袂遐尼紧张。记者综合报道。